多謝收聽香港波迷。今個星期港超上演入球數啊，4場嘅賽事共有23個嘅入波。咁我自己咧就冇做一個統計嘅，不過睇翻啦，咁有人話啦，港超成立以嚟最高嘅入波紀錄咧，平均每一場咧係5.6球啊。今個星期嘅比賽啦，平均嘅入球數係5.75球啊，即係已經係港超成立11季以嚟啦，最多入波嘅一個週期。咁即刻就睇下今週究竟發生什麼事啦。唔講咁多，記得訂閱香港波迷。今個星期4場嘅賽事分別有南區對傑志、東方對港會、九龍城對北區同埋理文對大埔。咁主要入波咧都係嚟自星期日嘅2場比賽啦，分別係九龍城3-4北區，咁同埋估都估唔到嘅理文3-7主場輸咗俾大埔。先講翻呢星期6嘅比賽先，咁南區主場1-3輸咗俾傑志啦，咁南區同傑志前2輪嘅比賽啦都係打和嘅，咁嚟到第3回合啦，上半場呢都係均勢嘅，但係去到下半場啦，傑志就有運地啦，就先開紀錄，祖連奴門前保中就射入1-0嘅，咁之後啦，南區似乎就想換人搏一搏啦，但我自己覺得啦，喺依個換人裡面呢，就係有啲做錯咗，以致到呢之後就輸波啦。咁佢咧就將阿宋楚浩就收起咗，放多個前鋒入嚟，阿基哥里啊。咁但係宋楚浩啦喺防守上邊嘅穩健啦，加上咧佢係可以作為死球咧帶嚟威脅嘅球員嚟㗎，偏偏咧就將佢收起咗啦。就喺呢個短短嘅1至2分鐘嘅時間嘅事咧，傑志就再入多2球啊，令到南區一嘢變成落後3-0咧，就好難追啦。最後啦，要去到最尾階段咧，由隊長啊佐木洲就搏到馬查道嘅犯規，咁就得到一個12碼由基斯射入㗎。但係其實咧喺之前啦，積遜咧喺傑志嘅禁區裏面咧都有下類似嘅被侵犯啦，但係球證係冇俾到12碼㗎。我認為呢2下咧其實都好似樣㗎。咁一係咧，應該係2球都唔俾啦，或者一係就2球都俾，1球俾1球唔俾咧，就有啲奇怪啦。又或者第1球俾咗，咁呢球唔俾咧，都反而仲講得去啊，因為我都俾咗一個12碼，你冇理由一場俾2球12碼噶嘛。呢一個咧，我自己覺得咧，唔係真係一個好嚴重嘅犯規。而家咧去到最後咁比咧，我自己覺得係有啲好似施捨翻嚟咁嘅感覺啦。咁而傑志嘅門將泰利咧，亦我覺得佢都好唔抵㗎，因為呢場佢係踢得幾好㗎，但係就係因為喺最後就俾佢嘅隊友馬查道就唔爭氣類似啦，搞到咧佢冇得喺金手套嘅零失球獎裏面啦，就提升一位，獨佔呢個獎項線。咁仍然咧，暫時係要同大埔嘅謝家榮咧係同分㗎。而南區咧，暫時我睇落去咧，我對佢咧都冇咩信心喺餘下嘅聯賽會踢得更好啊。咁應該咯，佢哋都會主力咧就係爭取翻精英杯為主啊。同日另一場啦，咁就有東方同港會打成1-1。咁東方先前2場啦都贏港會㗎，不過都唔算話踢得好易。今日翻到主場咧就有啲滑鐵盧啦。咁但係咧，亦都唔代表東方喺呢場裡面係踢得唔好喎，只係運氣有陣時真係唔係企喺你嗰邊咧都冇計啊。之前咧盛讚巴科爾嘅命中率係高啦，射門肉好強啦，咁啊呢場裏面咧攻到門入，但係入到1球就入唔到第2球，結果換嚟咧就係首次咧着起紅衫嘅港會啦，只係唯一一個嘅射門啊，就由比提咧係射成1-1。東方呢場失咗2分啦，就令到大埔理文傑志重現佢哋嘅爭冠希望。咁亦可能因為咁啦，而產生之後一日理文大埔嘅入球數啊。相信3-7呢個比數咧，再踢多次咧都唔會出現呢一個大嘅入球比數啊。
咁呢個咧唔係實力嘅問題，而係心態嘅問題。明顯地咧，見到理文嘅球員咧都冇諗過咧會輸咁多，想追又追唔翻，反而輸得仲緊。咁呢場咧踢落去咧都唔知為咩嘅感覺啦，俾我覺得佢哋係。咁賽後朱基嘅訪問啦，都講到班主李山啦，咁已經係會為下季嘅着手噶啦。咁睇下有咩球員要留要走啊。咁我認為都係好事嚟嘅。明顯見到有啲球員嘅鬥心啦係冇，咁唔知係關乎到上年已經拎咗個冠軍啦，定係咩嘅情況下而引致到佢哋有咁樣嘅心態啦。咁換班再嚟呢，反而可能會俾到更多嘅真性心理文呢一隊球隊啊。不過咁講，即係上至班主咧，下至教練團球員啦，都應該冇再諗啦，喺餘下嘅時間去爭取翻冠軍翻嚟啊！咁我暫時咧唔喺度討論理文呢一隊波邊啲球員要清走，邊啲係需要引入嘅位置啦。咁不過都希望大家咧係留言，咁大家一齊去傾下嘅。講翻場波啦，大埔正選陣容上邊啦，今仗呢係冇咗主力嘅盧卡斯啦，甚至乎後防嘅李家豪，咁以為係一個殘陣應對㗎喺呢場波裏面，點知呢，馬卡雷拿、伊高兩個呢就可以做英雄，踢死咗李文啊！兩位都各入兩球，伊高更加另外再有4個嘅助攻添。咁而好耐冇見嘅鍾偉強呢，喺今場裏面係踢閘代替李家豪嘅，都算踢得唔差喎。而李文今場啦就用翻胡俊銘作為一個嘅防中啦。其實初段啦，我自己覺得李文呢唔算話踢得好差㗎，只係大埔今場踢得好好，非常好。李文嘅後防多次係俾大埔嘅單人匹馬啦，就過晒後面啦，就要單對單咧對住陳家豪啊。咁無能為力之下，守得一球守唔到第二球啦。上半場大埔已經係可以領先3-0啦。半場個換人呢，亦係李文大敗嘅關鍵位。李文作出3個嘅換人調動啦，保利臣、余偉廉、胡俊銘收起咗，換入安尼亞、金文圭同埋顏樂峰。咁換入安尼亞係啱嘅，佢入嚟亦都係幫到手入到2球，只係唔夠後面失得多啫。咁但係收起咗保利臣呢，令到中場嘅屏障係冇晒，手轉攻都冇晒。而顏樂峰呢，係咪因為太耐冇認真踢波呢？踢落去好冇態喎，半場嘅跑動呢都唔係話做得好好嘅啫。之所以咁，我就戥胡俊銘咧被換走係有啲可惜嘅。佢都唔係話踢得好好噶啦，普普通通。但係有更差比較之下咧，我情願佢可以喺呢一場裡面繼續去踢。我自己咧之前幾季係幾中意顏樂峰嘅，咁有火啦，攔截亦都夠中肯啦，中場殺到唔少波噶。不過就真係得1-2季嘅貨仔，而家越踢越差。咁正計下半場啦，最終李文係輸3-4，總比數輸3-7，有10個嘅入波。咁隨着東方嘅失分啦，大埔以同場數反壓東方1分嘅，升上榜首。而李文就打小場有35分排第3啦，唔係冇可能嘅。不過睇過教練球會方面嘅報道回應啦，就唔似仲有心力咧去追冠軍啊。而傑志呢就第4，同樣有35分。最後一場要講嘅就係九龍城3-4北區。咁入球數開波呢冇幾耐就已經出現㗎啦。北區係先入波嘅一隊啦，九龍城後追和啦，北區再領先。之後呢就有個關鍵位啦，古道拉2黃1紅就要打少個啦。咁不過呢下啦，我唔明點解球證係咁肯定佢係插水啦，又唔睇 VAR。一嘢咧就判咗古道拉咧係插水，但係睇翻呢慢鏡重播嘅鏡頭係見到九龍城嘅球員係同古道拉係有觸碰㗎。之後九龍城呢喺上半場啦係又再追和㗎，下半場出到嚟更加係即刻咧就反領先添。北區咧就去做一個追和啦，同埋反領先嘅角色啦。
最終係贏4-3。整體咧呢場波咧係幾好睇㗎，入波多啦，你追我趕，互相各有一段氣勢波啦。而北區贏到呢場波咧，亦令到佢哋係脫離咗榜尾，升上第8位，以1分係壓過港會。嚟緊呢個星期咧就會有4場嘅聯賽㗎。星期六就有南區對理文啦，傑志對北區。星期日就有九龍城對大埔，同埋港會主場對住流浪。而精英杯亦都進入就係4強嘅賽事啦。喺嚟緊禮拜3 9號嘅時間啦，8點鐘旺角場就有南區對東方。之後咧就同大家講下中超啦。中超咧就進行緊一個快車期啊，已經咧係啱啱就踢咗第3同第4週嘅賽事，當中喺第3週啦就有余子南同埋徐雲傑入波啊，咁齊齊入咗今季個人嘅中超首球入波。徐雲傑傷愈復出之後啦，終於被安達臣列入咗對有安永佳後備嘅深圳新鵬城嘅正選陣容裡面啦，全場踢足，喺81分鐘喺尾柱閃入嚟咧，接應隊友嘅傳送就趟射得手啊！雲南最終打多個4-3係贏深圳。呢場亦係安達臣帶隊徐雲傑效力嘅雲南玉坤第一場中超贏波。而余子南繼續都係正選啦，面對住未有李小恆喺名單裡面嘅山東泰山啦，開波分零鐘咧就可以入波啦，禁區外勁射啊！咁不過梅州喺打少個之下啦，領先3球咧，最終都係要反輸俾山東4-3嘅。我自己係戥余子南係有啲可惜。暫時計埋呢2週嘅賽事啦，香港球員喺中超嘅球隊裏面啦，仍然係周元德啦、梁樂恒啦、李小恆啦，都未有個正選嘅機會嘅。咁就睇下嚟緊星期嘅中超賽事第5週又有冇機會出場啦。先係星期6啦，就有場香港球員打比啊，深圳會對住河南㗎。而星期日咧就總共咧係會有6場波都關乎我哋嘅香港球員嘅。咁先有晏晝嘅就有長春亞泰對住山東泰山啦，睇下李小恆有冇機會出場啦。晏少少就有青島西海岸對住孫銘謙嘅天津津門虎。梅州客家余子南就會對住武漢三鎮。北京國安會對住浙江隊有梁樂恒啦。跟住就會有一場上海打比啊，上海海港對住上海申花。咁陳俊一咧係啱啱呢2週嘅賽事啦，都因為之前喺港隊嘅賽事尾段啦，就俾葉鴻輝係撞到啊。咁呢2場呢，佢都係未有入選名單裡面㗎。咁睇下上海打比呢場波，佢有冇機會係出場或者喺翻名單裡面啦。最後都仲有一場呢，香港球員打比就係雲南玉坤徐雲傑對住青島海牛嘅黃浩俊。而中甲方面啦，星期6就有上海嘉定回龍對住石間咗功夫嘅余再賢。星期日就有深圳青年人啦對住重慶同梁龍嘅吳宇希。另外一場呢，就係南京城市杜國良對住南通之雲。3位香港嘅中甲兵裏面啦，杜國良仍然係苦等中甲嘅出場機會㗎。希望佢可以啦，俾教練去揀選啦，可以參與一啲嘅比賽。